第四个呢，就是利乐有情法源啊，就是十方所有世界。我想应该字面上大家会解释吧，就是以前你们也是应该这个学过的，我想应该没有问题的。十方所有世界中，远离忧患常安乐，获得甚深正法力，灭除烦恼尽无余。那么这个是第四个法源，就是利乐一切有情的法源。也就是说，世界当中啊，以六道这个轮回的众生为主的所有的这些十方众生啊，十方众生呢，但愿他们就是离开了，就是心里面的这个忧愁，身体的各种这个变化，始终呢就是享受这个世间的人天这个快乐啊，就人天就是安乐。那么这样的这个无比呢然后有这个享受啊、财富啊，这是不是永久的一种快乐呢？其实这不是一种永久的快乐。最永久的快乐的最究竟的因是什么呢？获得这个真法的这个利益啊，就是真正是遇到了这个佛法，发生这个无上的这个菩提心。只有这样呢，就是才能相续当中的所有的这些烦恼啊、生死轮回的痛苦呢，就是全部都是就是灭尽的。我特别喜欢《华严经》里面有一个教旨呢，就是说是这个若欲灭众生无量生死苦啊，就是若欲灭众生无量生死苦，阴间见识远殊法菩提心，就是我觉得是这个教程呢，就是特别特别好，就是因为我们众生呢，就是有暂时的一种这个这个什么这个做一些慈善呐然后就是给他修一间房子或者说是卖一个好的衣服就是或者他那个医院里面就是出来就没有什么身体没有什么计划疾病呢，就是这些能不能解决呢？就绝对不能解决。如果你真的要想灭除众生的无量无边的，就是生老死病的痛苦的话呢，一定要就是要建立起来特别坚定的这个誓愿。坚定的誓愿是什么呢？就是利益一切众生的发无上菩提心。有了菩提心的话呢，自他的是可以就是在这个轮回的这个苦海当中呢，就是脱离就是脱离。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就是发无上的这个菩提心，让这些众生呢，就是接上就是大乘的这个佛法，然后相续当中呢，就是升起真正的无我的智慧，自相续的所有的这些烦恼和痛苦呢，就是全部就是灭尽无余。只有这样呢，就是才能可以就是获得了真正的这种这个快乐。其实，在这个面对快乐或者是真法来这个利益的时候呢，我们人呢就是有不同的这个根基就是汉地有一个叫做是这个大丈夫论就是大丈夫论，这里面就是讲了这个三种人就是三种人，说是这个愚痴的人的话呢，就是把别人的这个快乐呢，就是自己就是成为一种痛苦，别人快乐的时候，他很嫉妒，就是一种痛苦。然后中等的人呢，就是这个怎么说就是中等的人呢，就是别人这个痛苦的别怎么说就是中等的人呢，应该是这个。别人就是痛苦的时候，不是自己的这个痛苦呢，就是自己就是解除。而高尚的这个人的话呢，别人的这个痛苦呢，就是认为就是自己的这个痛苦就是自己的痛苦，就是应该讲的是有这个三种。其实我们这个是三种这个世道的这个术法呢，应该是相同的吧？就是实践当中也经常有这样的，比如说这个。如果是自私自利特别强的话呢，就是别人痛苦，就是他可能很开心的，就是然后中等人呢，就是他只管自己痛苦是很痛苦的，别人就不管的。而真正上的人的话呢，别人就是痛苦呢，就是当做是自己的这种痛苦，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如果真正懂得了这个佛法的话呢，那么就是一定会是利益众生的。因此，我们这个法院里面的话呢，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所有的世界实现呢，就是离苦得乐。真正离苦得乐最究竟的这种缘呢，就是依靠这个佛法来遣除一切痛苦。原来上师如意宝讲那个普贤行愿品的时候也说过，就是说是这个偈颂里面呢，所有的普贤十大缘都是可以包括的。为什么呢？就是这个获得这个神正法力呢，就是实际上是弘扬佛法的意思。然后前面呢，就是这个所有的众生呢，就是远离忧患常安乐的话呢，那么就是利益众生，就是利益众生。那么利益众生呢，有暂时的利益众生的方法和究竟的利益众生的方法。暂时的究竟利益暂时的这个利益众生的方法呢，我们平时呢。就是搞一些就是利益众生的事情现在就是很多人都提倡这个学习雷锋就是学习雷锋。
但学习雷锋呢，哪天网络上就是说是学习雷锋的话呢，作为公务员的话呢，最好是不要喝那个五粮液和那个茅台酒，就是这是学习雷锋的最好的方法说的。但这个作为公务员可能也是这是一种这个行为，但是作为我们这个佛教徒的话呢，也是这个做这个现在的一些事件的这个包括就是对别人就是有一些这个各方面的帮助啊。甚至我们在路上遇到了一个非常可怜的，就是马上帮助他，这是一个暂时的就利益的一种方法，就是对家里的父母的这个孝顺啊，有一些儒教的一些思想的话呢，就是都是暂时的一种利益。然后究竟的利益方法的话呢，一定要有一个正法，如果没有正法的这个利益的话呢，那么这个众生始终是在苦海里面，就是不能解脱，不能解脱的话呢，我们短暂的几十年。他怎么样快乐也是其实这个相处不久的啊，所以呢，我们要内心当中发愿，就是愿世间当中所有的众生呢，愿你就是身心当中的一切这个通过，这是暂时的通过。最后的话呢，就是愿这些众生真正是遇到佛法，而且他们呢，就是发上这个真正无常的这种菩提心，相续当中的所有的这些这个烦恼症和就是一切障碍呢，就是全部就是没有。那相续当中没有烦恼的话呢，那这些众生啊，就是你不是什么给他有了这个一间房子，有了一个什么财富房的这个快乐啊，就是财富的这种快乐的话呢，这是暂时的啊，就是暂时的。我看到那个不丹国家的话呢，那么就是现在世界上啊，就是成为是心灵最快乐的这个国家之一。但是他们的真正的这个财富的话呢，就是应该这个就是他整个这个国民这个经济的话呢，就是跟其他先进国家比较起来的话呢，它还是这个收入是很低的。不过在哪里呢？有这个佛法的咨询。我刚刚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个不断的这个广发达，就是包括一些大学生啊、中学生啊，还有这个老师啊、国王啊，就是所有的人都是信着这个大乘的这个佛法，就是确实心里很羡慕，很羡慕。就是所有的原来我们去的时候也是特别向往，就是那里没有什么高楼大厦，那里也没有什么就是特别就是这种非常高等的一些这个经济的条件。但是呢，到了那里以后，人心很清净的，每个人都是有这个解脱的这种意了，而且呢，就是不断的在做这个行持这个大乘佛法，就是所以有机会的话呢，我也去不丹了，不说了。